嗨，大家好，我係 Bob，歡迎你返到嚟5分鐘計量經濟學。喺過去幾集，我哋討論咗點樣使用虛擬變量 dummy variable 作為解釋變量，嚟描述唔同群體之間喺結果變量上面嘅差異。我哋亦都使用包含虛擬變量嘅交互項嚟描述唔同群體之間嘅邊際效應嘅差異，又或者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效應。喺呢啲情況裏邊，虛擬變量都係作為解釋變量，代表性質特徵嘅資訊，例如性別或者一項政策嘅實施，而解釋一個連續型嘅結果變量。今日我哋會探討將虛擬變量作為結果變量嘅情況，亦即係話結果本身就係一個具有性質特徵嘅事件。我哋使用取值為0或者1嘅虛擬變量嚟概括呢個性質事件。虛擬或稱為二元結果變量嘅例子包括一個人是否擁有學士學位，一家公司是否獲得政府嘅補貼，一個城市是否提供免費嘅巴士服務，或者一個國家是否呈現正嘅經濟增長等。喺呢啲例子當中，我哋可以令結果變量 y 取值為1，代表其中一種結果；取值為0，代表另一種結果。使用虛擬變量作為結果變量嘅模型被稱為二元反應模型。喺線性回歸模型當中，當 y 係虛擬變量嘅時候，係數 beta 就唔能夠再被解讀為 x 增加一個單位 y 嘅變化量，因為 y 只能夠從0變成1或者從1變成0。喺零條件期望假設成立嘅情況下，我哋可以寫出 y 嘅期望值方程式。對於虛擬變量 y 嘅期望值可以解釋為 y 等於1嘅概率。我哋仲可以把佢稱為成功嘅概率，因為 y 等於1表示事件成功發生。因此我哋可以得到線性概率模型，佢代表成功嘅概率係 x 嘅線性函數，係數 beta j 衡量喺其他因素不變嘅情況下，當 xj 增加一個單位嘅時候，成功概率嘅變化量。將概率建立模型作為 x 嘅線性函數，並唔係描述 x 同 y 關係嘅唯一方式。我哋之後仲會學習其他嘅二元反應模型，例如 Logit 模型同埋 Probit 模型等非線性嘅模型。喺進行回歸估算後，我哋可以得到線性概率模型嘅估計方程式。喺估計方程式當中 ，y hat 係成功概率嘅預測值，亦即係預測概率，亦稱為二合概率。斜率估計量 beta hat 表示喺模型中其他變量保持不變嘅時候， x 增加一個單位所帶嚟嘅預測概率嘅變化量。我哋睇下邊個例子，呢個模型將已婚婦女是否參與勞動市場同佢嘅丈夫嘅收入、受教育年數、工作經驗、年齡以及6歲以下子女嘅數量聯繫起嚟。結果變量係是否參與勞動市場，係一個虛擬變量。如果已婚女性喺1年當中嘅某個時間點曾經喺家庭以外工作，取值為1，否則為0。
我哋使用 Stata 嘅 tabulate 指令，可以睇下呢個虛擬變量嘅資訊。樣本裏邊嘅753位已婚婦女，大約有57%係參與咗勞動市場。使用 OLS 方法估算後，我哋得到估計方程式。我用普通嘅形式寫出嚟。括號當中嘅數字係標準誤。解讀呢啲估算值嘅時候，要記住佢哋代表某個解釋變量增加一個單位嘅時候，已婚婦女參與勞動市場嘅概率變化量。受教育年數每增加1年，喺其他條件不變下，已婚婦女參與勞動市場嘅概率增加0.039，即係3.9%。丈夫收入每增加1000美元，妻子參與嘅概率下降0.3%。工作經驗每增加1年，參與概率上升2.2%。年齡每增加1歲，概率下降2%。最後，6歲以下子女每多一個，已婚女性參與勞動市場嘅概率下降27.5%。呢個係一個相當大嘅效應。除咗丈夫收入嘅係數喺2.5%以上嘅顯著水平先至顯著之外，其餘嘅係數估算值喺雙邊檢驗下都喺1%嘅水平，係統計顯著嘅。當虛擬變量同時出現喺結果變量以及解釋變量嘅位置嘅時候，回歸係數代表嘅係處理組同基準組之間喺概率上邊嘅預測差異。例如，我哋可以定義一個虛擬解釋變量 Kid。如果已婚嘅婦女至少有一名6歲以下嘅細蚊仔 ，Kid 等於1，否則等於0。喺753位已婚婦女嘅樣本當中，有147位至少有一名6歲以下嘅細蚊仔。我哋將呢個虛擬變量納入模型當中，取代原本嘅連續變量 Kid<6>。估計結果顯示 Kid 呢個虛擬變量嘅回歸係數係-0.34。呢個表示喺其他因素不變嘅情況下，同冇6歲以下細蚊仔嘅已婚婦女相比，有6歲以下細蚊仔嘅婦女參與勞動市場嘅概率係會低34%。另外，模型中其他解釋變量嘅估算值並冇明顯改變。正確預測百分比係一種衡量模型擬合度嘅指標，佢表示喺所有嘅預測中有幾多比例係正確嘅。需要注意嘅係，結果變量嘅預測值 y hat 唔係取值為0或者1嘅虛擬變量，而係絕大多數取值介於0同1之間嘅連續概率。因此，我哋唔能夠直接將預測概率 y hat 同實際嘅結果變量 y 做比較。為咗進行比較，我哋需要定義一個新嘅虛擬變量 y tilde。如果 y hat 大於0.5，咁樣 y tilde 就等於1。如果 y hat 小於0.5，咁樣 y tilde 取值為0。然後我哋將 y tilde 同實際嘅 y 進行比較，兩者相同嘅比例就係正確預測百分比。喺我哋嘅模型當中，753位已婚婦女裏邊有460位係被預測會參與勞動市場。我哋使用 Stata 嘅 tabulate 指令，後面輸入呢兩個變量，可以睇到雙向頻率嘅表格。第一列顯示
喺325位未參與勞動市場嘅已婚婦女當中，有210位係被正確咁樣預測。第二列顯示喺428位工作緊嘅已婚婦女當中，有345位被正確預測。總共正確預測嘅觀測值係555個，呢個係73.7%嘅正確預測百分比，係一個相當唔錯嘅預測表現。線性概率模型嘅優點係佢嘅係數容易解讀，佢哋代表喺模型當中其他變量保持不變嘅時候，解釋變量增加一個單位所造成嘅結果概率嘅變化量，而且呢啲估計量喺解釋變量嘅平均值附近相當準確。但係線性概率模型亦都存在一啲局限。首先，y 嘅預測值可能超出0到1嘅範圍。喺呢度，結果變量嘅期望值代表概率，而概率必須介於0同1之間。但係喺估計模型當中，有啲 y hat 可能係負值，亦都有啲可能大於1。睇下我哋嘅模型當中對已婚婦女勞動參與概率嘅預測值，使用 stata 嘅 predict 指令搭配 xb 選項可以儲存預測值，再用 summarize 指令可以睇到佢哋嘅資訊。預測值嘅最小值低於0，而最大值又高於1。count 指令顯示有10個預測概率小於0，有21個預測概率大於1。呢啲預測值顯然唔適合作為概率嘅估計值。另外，線性概率模型假設 x 對 y 嘅邊際效應係固定不變嘅。例如，多一個細路仔會使已婚婦女參與勞動市場嘅概率下降27.5%。呢個意味住從冇細路仔到有一個細路仔嘅影響，同埋從一個細路到兩個細路嘅影響係相同嘅。但係更合理嘅情況係，第一個細蚊仔對母親是否願意工作嘅影響，通常比後續嘅細路要更大。今日我哋一齊討論咗虛擬結果變量同線性概率模型。虛擬結果變量表示某個事件是否發生。當我哋喺線性回歸模型當中使用虛擬變量作為結果變量嘅時候，呢個模型就被稱為線性概率模型。線性概率模型嘅係數衡量嘅係喺其他因素保持不變嘅情況下，解釋變量增加一個單位嘅時候，事件發生概率嘅變化量。好多謝你收睇呢一期嘅5分鐘計量經濟學，我哋下期再見。